你好啊，我叫浩然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與別肝鬥爭的經驗。今天，我想談談與別肝鬥爭時的社交生活和人際關係。以下是好消息，社交互動是完全安全的，親吻、擁抱、握手或一起歡笑不會傳播 B 型肝炎。如果你對與他人相處感到焦慮，這是正常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的病情不會限制你安全地與他人聯繫和享受生活的能力。開放的對話很重要。我讓親密的朋友和家人了解我的狀況，並建立了理解和信任。他給了我教育別人和消除誤解的機會。對家人，特別是有孩子的家庭來說，簡單的預防措施能帶來很大的影響。只要確保剃刀或牙刷等個人物品不會被共用即可。請記住，肝炎是透過血液和體液傳播的。乙肝是我身體的一部分，但它不是我的全部。我學會了如何生活，如何去愛，如何歡笑。你也可以擁抱你的旅程。立即行動，肝炎等不及了，去看醫生，以保護自己和你所愛的人。了解肝炎知識並加入支持團體。我與別肝抗爭了15年，這段經歷告訴我，在這段旅程中你並不孤單。你可以控制自己的病情並過着充實的生活。去看醫生，照顧好你的肝臟和你所愛的人。感謝你觀看由倫敦國王學院醫院病毒性肝炎科製作的這段影片。